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。我哋成日話廣府文化、廣府人、廣府話，究竟廣府係指邊度啊？係咪淨係指廣州呢？咁珠三角其他城市，香港、澳門算唔算廣府地區呢？嗱，係廣東人嘅話，你一定要知道呢個知識。廣府呢就係指明朝、清朝時期廣州府嘅一個地理行政區嘅概念，佢係包括咗廣州、東莞、中山、珠海、深圳、香港、澳門。仲有佛山大部分、江門嘅一半，仲有清遠嘅一部分、惠州嘅一部分。呢個就係明清時期嘅廣州府。當時嘅廣州府同今日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地理位置，基本上80%係一樣嘅。只不過今日嘅粵港澳大灣區對比當時嘅廣州府係多咗肇慶市，冇咗清遠市，所以我哋可以得知呢個片區嘅人呢，無論係語言、生活習慣定係價值觀，都係非常相似嘅。所以喺古代呢，就被定義為廣府地區、廣府人、廣府話，而嚟到今日呢，就可以叫做大灣區人，叫做粵語啦。最後問下你係邊度人啊？你有冇嚟過廣府地區呢？